據明慧網報道，強行灌食係中共喺監獄裏邊虐殺法輪功學員嘅慣用酷刑。通常灌食有兩種方法，一種係鼻治，就係用軟管從鼻孔插到胃裏邊，反覆插入去，掹翻出嚟，再插，將胃同食道都插得流血、吐血，喉嚨腫到出唔到氣。灌完食之後，條軟管亦掹唔翻出嚟。另一種係用開口器，通常嘅開口器係兩頭尖，中間係圓形嘅。每次俾法輪功學員強行灌食時，就將兩頭嘅尖強行塞入法輪功學員嘅門牙罅裏邊，然後撬開。有啲學員嘅牙齒被撬甩咗好幾隻，有啲嘴角被撕開，鮮血直流。仲有一種用於灌食嘅開口器，原本係用嚟檢查牲畜嘅牙齒，粗鋼絲做，半圓形，兩頭用繩固定，套裝頭上右下角有個鋸牙齒嘅開關，可以控制大細。呢個開口器落到嘴裏邊撐到最大時，可以令人窒息死亡，因為上下半圓撐開後，喉嚨就對死咗，一啲氣都唞唔到，一滴水都唔能夠入去，只能夠係用個鼻好微弱咁呼吸少少空氣。呢兩種灌食都有致死嘅可能。據明慧網2010年3月報道嘅一份統計數字，至少有358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暴力灌食致死。明慧網報道，持續咗20多年嘅迫害中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咗上百種酷刑。2018年4月21號，美國國務院公布咗2017年度國別人權報告，代理國務卿蘇利文點名中共等8個國家嚴重侵害人權，其中提到法輪功學員受到中共系統性嘅酷刑迫害，比其他群體更加嚴重。